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早起表示讲，有一寡动症，亲像是手术了昏迷，也是讲癌症哦，中西医做伙来进行治疗，效果会如何？大部分得癌症的患者会去找西医治疗，不过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透早举办记者会，建议民众嘛会当找中医师治疗。台北荣总传统医学部的主任景建景就表示，有一个胃癌的患者伫手术了后出现胃瘫痪的状况，通常西医师都是插管治疗，等患者豆豆恢复。不过中医师替病人针灸了后，这镜头明显就会好真多。因为刚开始西医有点半信半疑啊，所以像这个病人，他其实胃癌开完刀以后，已经过了1个月哦，这个胃清单的部分还是都没有改善。后来就是会诊我们中医以后，他大概真的不到1个礼拜开始肠胃蠕动。甲西医结合中医，增加治疗的效果。南口中家纪念病院的中医部主任黄德宏表示，过去某一个主动脉剥离的患者，开刀了后昏迷，后来嘛是替伊兼顾治疗，和患者的状况改善不少。我们这样的介入之后，最后可以让他的 coma scale 就是昏迷指数增加，就进步了，然后他的这个后面的神经功能就修复了。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，有真侪人去找中医，可能是为了养生、调身体、治疗筋骨的内外伤。不过认真来讲，中医嘛会当协助治疗疑难动症。虽然较早西医唔接受，不过经过这侪年拍拼，中西医整合已经唔是新奇的代志啊。想办法要突破现有医疗方式的困境。记者林静梅、王庆忠台北报道。